今次我哋舉辦呢個巡迴展覽，就想大家更加深入去了解世界喺其他角落同我哋同呼同吸引嘅人喺呢一刻面對緊咩嘅挑戰，提供最迫切嘅醫療援助俾佢哋。我哋好想透過呢一連串嘅活動，得到社會各界嘅關注同埋支持，令到我哋嘅醫療援助可以持續地落實到去有需要嘅地方。好似喺香港嘅地方，覺得可能係簡單嘅手術咧，喺嗰地方都非常之困難。當時咧，差唔多係附近唯一有手術室供應嘅醫院咯。我估計過啦，成個香港加九龍咁大嘅地方嘅人，淨係得一間無國界醫生嘅醫院。咁所以我哋要服務嘅群眾啊，其實好多㗎，設備唔夠啦，服務群眾好多啦。咁其實亦都係一個令到我哋救治嘅情況咧，非常之困難啦。其實今年嘅5月，喺非洲中部嘅剛果民主共和國，亦都爆發緊前所未有嘅伊波拉嘅疫情，個案數字上升得非常之快，係前所未見。所以今次展覽入邊咧，我哋都加入咗伊波拉做一個主題，咁大家更加了解呢一個致命嘅病毒嘅傳染性同埋爆發時候嘅工作。無界醫生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啦，頭先阿邦所講啦，由大眾嘅支持俾我哋嘅，咁咧希望我哋前線嘅人員咧可以係繼續工作，可以幫助到有需要嘅人。